欢迎收看台湾新闻台，我是阿明陈伟民。咱看到中共哦，伫咧顶礼拜四宣布，香港版的国安法要放入去香港基本法内底。这立法过程，北京讲的全拢遵守啦吼，人民大会哦定案就好。要西过香港立法会这个审议啦吼，香港人能够看到因个上街头来强烈来反对，因为这款的这个恶法哦，伫咧传递中国之下。咱讲到这个一国两制，真正是从这个北京政府来判死刑。咱讲过去邓小平时代讲的一国两制50年无要改变，这个习近平强硬要推塞到香港版的国安法，等于拢甲伊符合了了。咱看到自雨伞革命到去年反送中反对修例吼，真正是看到北京的这态度。伊看啊，可能是这个香港政府无在调处理，北京归去要家己来啦吼。林郑月娥无在调，习近平要家己来。咱今仔日特别从台湾的角度，伫咧地缘政治的角度，佮美中台的关系，甲国际对中国硬塞这个态度是啥？咱今日节目要做回来讨论。这边先来邀请咱的来宾，第一位咱邀请到时代力量立委曲显智。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曲显智。第二位咱要邀请到咱过去的这老朋友啊，伫香港、伫台湾的这个学生张俊豪，俊豪你好。大家好，我是张俊豪。咱等下嘛会阁邀请到中华亚太经营交流协会这个秘书长哦，刷来咱们连线吼，就是讲吼，这个香港元朗原良区的这个议员张秀贤，秀贤你好。你好，大家好。是哦，咱等下嘛会随介做连线啊。首先，咱要先来邀请咱的委员吼，其实咱咧说吼，就是讲看到中共为什么伫咧疫情，伫这个时间。吼，可能是中共放话，但是全球疫情也咧兴的时阵，为什么习近平要来伫这个人大要来杀这个法咧？讲实在吼，这实在是真阿爸啦吼，因为这个法制杀落去了吼，香港其实基本上已经无什么自由甲民主啊，所以这个问题是真重要吼，真重大。我感觉啦吼，最近安尼问的，我感觉讲就是讲，因为习近平伊伫2022年的时，伊搁要连任嘛，吼，所以是毋是讲伊内部有一寡压力吼？伊想讲，伊是要用这个方式来表示讲，伊有法度来处理香港这个问题，吼，所以伫这个时间点的话，其实吼，这其实全球即摆以美国吼，也是讲欧洲、日本，甚至讲咱即摆迄个蔡总统嘛是拢感觉讲这是爱甲强烈的谴责嘛。其实阮伫个立法院内底吼，阮今日嘛有呼吁讲吼，咱的院长游锡堃啦吼，是毋是会当召集这个党团协商？吼，然后咱来做一个共同的决议吼，因为即摆各党派其实嘛拢有表态啦吼，是毋是会当做一个决议讲，咱来谴责这个北京这个遮尔恶霸的这个做法吼，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讲，咱台湾会当用咱实际的行动来表示咱对香港人的这个支持，所以这个部分是真重要。呼吁这个由院长啦吼，伫咧讲声。来谴责这个香港政府，还是讲这个中共政府啦吼，嘛是来全限来这个协助香港，另外实际的这个帮助啦，是，另外伫咧政治庇护这块，可能咱嘛是爱对着时代啦吼。另外嘛是讲吼，佫有一个部分是真重要，就是讲，即阵香港的这个情势，咱来看吼。调啦吼，若是讲亲像这个，咱讲过去伫咧罗西亚吼，俄罗斯遮吼，普丁，那亲像这阿爸吼，要甲这个其他国家食掉的，国际这个声势啦吼，若无法度甲压落去，可能香港这回真正就是讲北京讲的，就准守去啊。所以咱嘛是希望讲，咱会当真正吼徛出来，来实际的行动来支持香港人。有影啦吼，所以咱看即阵当咧伫咧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啦吼，伫咧北京当咧举办吼，即回毋若是要审查咱头拄讲的。这个香港版的国安法，因为这个高级官员吼嘛强调讲吼，会继续用这个9·2共识做基础，要推动两岸和平的这个发展吼，坚持反对台湾的这个独立啦吼。现在自这个香港，国讲当然这台湾，实在嘛是咱来去考量的这个点啦吼。咱先来带大家看讲，其实因为即届这个部分啦吼，这个人大这个两会啦吼，侪人这个香港人佫惊就惊头，咱先做来看。也标布挂口号，希望所有香港民众27这阵罢工。中国强推港版国安法，香港民众伫咧礼拜抗争了，25暗搁伫咧中环国际金融中心商场集合。港警伫咧商场外口顾条条，严过无半人，只敢若提醒来保持适当的社交距离。对香港民众的抗争，中国议员计划伫咧26要伫咧两会继续审议港版国安法草案。中国全国人大委员长栗战书李国强硬讲，一定会完成立法。另外，伫对待政策是讲，爱伫咧9·2共识基础上推动两岸关系。坚持对台工作大政方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坚决反对和遏制台独分裂势力，在9·2共识基础上，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这也是今年两会工作报告内面第一遍讲到9二共识。之前全国政协主席王强、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嘅工作报告拢无讲到9二共识。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欧布莱恩警告，中国若是通过港版国安法，会危害香港嘅国际金融地位。不但香港总督彭定康也呼吁7大工业国家集团 G7 6個峰會議程，甲港版國安法來嚟討論。不過中國外交部李國講，美國無資格喺呢下講東講西。香港特區立什麼法，怎麼立法，何時立法，完全是中國主權範圍內的事。美國沒有資格指手畫腳，插手干預。特別警講，美國家己有幾60部加國安相關的法律，批評中國立法是雙重標準，也警告美國，若是要損害中國的利益，會採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回擊反制。記者綜合報導。咱就先帶大家來看講吼，這個中國兩會吼是啥物意思啦吼？咱就看到，咱有整理到吼圖表第一個部分，咱看到這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啦吼，就是這個人大啦吼。啊，伊是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憲法咯，啊規定講吼，這是中國上懸的這個權力機關，甲上懸的這個立法機關啦吼，負責選出到這個國家主席，啊決定要施政這個方向，甲修改法律甲憲法啦吼。啊，代表人數差不多2980個人，其中2100個人是中國共產黨這個黨員，任期是5黨啦吼。啊，這陣是第13屆，啊每當佇咧這個3月時陣，佇咧北京人民大會堂吼，要召開咱講10天左右的這個會議啦吼。啊，因為今年是這個武漢肺炎延遲到5月來舉行啦吼。嘛有分析報道講，啊特別安排佇咧蔡總統就職了後來去做啦吼。啊，其實咱講這個人大啦吼，根本就是舉手的這個機器啦吼。這個本地習近平講啥吼，伊就舉手就好啊。啊，咱來看到講，這個另外一個會是啥物會咧？是中共吼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啦吼，啊，咱講伊的這個簡單的，或者是這個全國政協啦吼，啊，法定的這個職權是由這個中共領導的這個多黨合作甲政治協商的這個機構，負責政治協商、民主監督甲參政議政啦吼，要體現民主監督的形式，但是咱就是去拍一個基本號，敢有可能咧？因為咱攏講吼，伊根本嘛是一個等一啊這個工具啦吼，啊，咱看到講啊，這個兩會就是這個。咱講這個人大甲這個全國政協吼，或者是兩會啦吼，啊，今年嘛是同款伫5月才來舉行。咱嘛看到其中有一個這個政協的這個主席哦，這個或者是汪洋啦吼，伊嘛是中共權力排名第4個吼。啊，現在就這個兩會內底，咱會當看出什麼物件咧？咱嘛其實講吼，佇咧這個兩會內底，伊閣提出着香港版的這個國安法啦吼。啊，其實第23條就是真要嘅這個部分，咱來看到吼，香港基本法第23條就規定講。香港特區需要針對國安這個事項來做立法啦吼，但是特區政府過去所提出的這個草案，因為講批評是侵害自由，啊真濟反彈啦吼，無法度完成。中共選擇咧這個2020年，這個人大決定這個架空的這個基本法啦吼，要推出香港版的這個國安法立法的這個決定。議程啊，決議總共有這個7項啊，咱先來看吼。這個國家全面愛準確實施一國兩制，香港人治港吼，高度的這個主治方針。但是咱嘛是閣拍一個基本號啦吼。第2點，伊講堅決吼，要來反對外國甲境外這個勢力以任何方式來干預到香港的這個事務，採取必要的這個措施來進行反制，啊，維護這個中共的這個國家主權、統一甲領土完整，嘛是香港這個憲政的這個責任啦吼，咱就看到講第4點，嘛是講香港應該建立佇維護國家安全機構甲執行的這個機制內底啦吼。啊，另外咱嘛看到講第5點，香港行政長官應該愛維護國家安全的這個部分。第6點上重要就是講授權人大制定相關的這個法律，要主動啦吼，還是講處罰任何分裂國家，還是講有顛覆這個國家政權、組織恐怖活動，甲這個外國境外勢力要干預香港的這個事務啦吼。其實佇遮咱看真清楚啊吼，就是講你若是要佇香港有這個獨立的這個聲音，還是反送中這個運動的聲音，攏可能會受到這個法的這個影響啊。啊，這回是要涉過香港立法院的這個部分啦吼，立法會的這個部分啦吼。所以咱即馬就要來連線講，咱佇香港元朗區的這個議員張秀賢。
秀贤议员你好，我们跟你请教你好，这回了哈，我们说香港国安法的目的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种层面去揣测他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推出这样子的恶法。有一个说法是817万的人哈，在这个1月11号。台湾人选择了这个自己的这个总统，这样的意志告诉了这个中共的这个习近平的政权。另外一个声音是说，香港过去反送中的这个因素，另外又有美中贸易战全对立，在这个美中的关系也出现了变化。然后我们也看到，在这个新冠肺炎，就是武汉肺炎里面我们也看到新冷战的这个局面。然后美国在去年也通过了香港人权以及这个民主法案，种种迹象之下，都是有人说。这一次在这个两会里面，中共要强推香港版的这个国安法，对你来说哪一个因素比较是符合这个香港版这个我们说中共立法的原则？我相信最大的因素就是去年的反送中运动，令到中国当局就是觉得香港变成一个对国家安全或者是对中美关系产生一个不稳定影响的地方。譬如讲，我们去年去选举大胜之后，美国就马上推动那个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那个就令到我们香港的国际能见度进一步提高。另外就是我相信跟武汉肺炎有关了，武汉肺炎之后，就是我们就是中国跟美国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激烈，已经超越本身的中美贸易战的程度，而且就是更甚就是你看这一届的两会，他们就有提出一个新冷战的概念，他们说有准备要迎接就是跟美国之间的斗争，所以香港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或者是我们作为一个中国跟美国之间的一个中间点，那他就要巩固香港作为他政治可靠程度最高的地方之一。所以他要马上立这个国安法。国安法最重要就是把这个所谓的外部势力去打。我们讲的外部势力不只是就是美国欧洲等国家，包括是台湾包括台湾，包括台湾。对。因为23条或者是其他我们的法律，其实有一个历史因素，就是把台湾就是打成为一个外部势力，因为它本身是针对国民党的，但是现在是针对就是所有的台湾政团，包括就是民进党或者是其他的现在的民进党政府，因为基本上就是他把外部势力绑成一起之后。他就可以用国家安全的理由去打压香港的民主或者人权。现在基本上就是这个趋势，就是中国带香港去立法，那香港立法会就非常绕过，香港立法会没办法去监督整个立法的过程。而且人大是贯彻中共的执政意志，而且他来由上而下来控制香港的命脉。所以到现在为止，我们看到的是国安法之后，香港的基本法所捍卫的所谓的言论自由，或者是新闻自由等等的自由，也会慢慢去进一步受到威胁。是，咱头拄听到这个议员咧讲啦吼，其实受到这个美中贸易战吼，咱嘛看到这个武汉肺炎疫情的影响啦吼，美中关系其实是介无好啦吼，所以即阵会当看到讲习近平伫咧这个两会这个期间啦吼，硬要杀这款这个法案，其实有受到这个影响啦吼。其实嘛是讲到这个要打击外部势力吼，这个外部势力唔单单是美国，也是个这个欧洲，也是。等等这部分，其实台湾嘛是一个重点啦吼。咱嘛看到讲，拄则这个影片内底有看到这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这个赵立坚吼，伊嘛有讲到香港特区要立什么法，什么立法安怎立法，当时要立法，完全是中国主权这个范围内底代志。美国是无机会，也是无资格伫遐提提吐吐啦。咱个等下再个请教议员，咱现场要先来请这个俊豪啦哈。俊豪，我们再请教你啦哈。我们刚才提到这个议员有讲到打击外部势力。包含台湾了哈，在这里我们看到，过去在这个两会期间，从来也没有再提这个9·2共识，今天再提9·2共识了哈，等于说香港
或者是两会期间对于台湾的这个帮助，我们看到蔡总统过去有一些回应。这一次在提9·2共识，他要呈现的是这个一国两制。对于香港来讲，过去也是一国两制，但这一国两制已经毁灭了。当然我们知道，就是说，香港从回归23年以来呢，这个一国两制，当然我们香港人非常清楚，就是一个假议题。我们永远不会相信，就是说，香港有在任何一个的时间上面实行过一国两制。我们可以从我们的司法制度、司法独立性和就是它这一个国安方面的机构，它中国国安方面的机构去如何有那么大的程度去干预香港，无论是行政方面还是说立法方面来说的话，其实我们香港这一个它所谓的一国两制已经荡然无存，已经不只是说现在无论是这一个雨伞革命，或者是说这一个的反送中运动开始，其实一直以来从03年开始，他希望去推动这一个23条的立法程序的时候，我们已经很清楚看得到，就是中共他的这一个的野心，想要希望就是说完全的统治、完全的管制香港这一个的立法，香港的这一个行政。所以现在其实我们看得到这一个的现在。中国希望去做这一个的国安法的行为，其实我们香港如有那么大的反弹的话，其实也可以跟这一个反送中的运动也是息息相关的。其实反送中的时候，我们清楚看得到香港非常多的市民上街游行，我们看到200万的市民从这个金钟走到中环哈，所以其实这一个其实对这一个中共的压力其实蛮大的。那然后我们也看得到，就是说其实香港对于这个海外游说哈，其实它出的力道也是非常的大。那我们也看得到，就是这一个国外的这一些的国家，譬如说美国的这一个香港的人权法哈，这一个也是从香港的游说的工作而来的。所以我相信就是说，现在中国希望推动这一个的国安法，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说，现在我们的这一个游说的香港游说的这一个的工作，可以。香港这一个的工作哈，其实做得非常之好，这个游说上面工作，所以基本上现在他主要是想要打击这一个的工作这样子的。伫咧这个国际情势头顶啦，咱看到讲旧年嘛是推测到这个，咱头拄嘛讲到，美国通过香港人权甲这个民主法案，就是准好头拄讲的，这个拉比的这个工作是做了非常的好啦吼。伫咧国际上有谴责中共这个声音出现，其实有一个点吼，伫咧这回为什么要设过香港的这个法规，就是讲因为这个过去咧杀的有雨伞革命，也是讲咱看的这个反送中运动，这个香港政府袂使意志无法度贯彻着北京的这个意志，所以。这回我就家己来，香港政府无法度做的，我北京就家己来。所以咱头拄嘛讲到第23条，咱来看啦吼，就是第23条这立法的这个争议，就是讲吼，咱看到第23条伊讲啥？伊讲香港特别行政区应该家己立法，禁止任何叛国也是分裂国家，这个煽动叛乱，也是讲颠覆中央人民政府，也是讲偷摕这个国家机密这个行为，然后禁止外国政治性的这个组织，也是讲团体伫咧香港进行政治活动，禁止香港政治性的这个组织，也是团体伫咧外国政治性的这个组织，也是团体讲只要有这个直接啦吼。但是咱讲这个香港基本法第23条本地伫咧2003年的时阵要立法啦吼，咱看到讲50万人吼上街头来示威反对。咱讲这个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吼，唔那干那一解讲吼，这个要立这个法是香港这个宪政的这个责任啦吼，但是需要伫咧正确的时机甲真好的气氛，才会当去推xác啦。咱慢慢带大家来看讲，其实吼，这个香港国安法要列入去基本法甲基本法的这个第18条啦吼。其实咱看到讲，咱头拄也讲到，这个2003年第23条要去立法，迄个当阵这个香港特首。这个董建华吼，就有来要去推xác啦吼，但是咱嘛讲到有50万人的这个大示威。另外，咱看到2020年5月19，这个香港区的这个人民代表啦吼，伊就讲要建议中央立这个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这个国安法，佮根据着基本法第18条这第3款的这个规定，无法免经过立法会这个审议，会当伫香港来直接实施啦吼。基本法内底又有这个附件3部分啦吼。咱看到上尾这个部分，就是讲任何甲这个国防、外交，也是讲按本法规定无属于香港特别行政
驻地范围这个法律，拢会当透过这个部分来去做一寡实行啦吼。继续，咱嘛来邀请到咱另外一位来宾，就是咱中华亚太精英交流协会这个秘书长王志成吼。其实咱头拄有讨论过，中共这回硬要杀，咱头有讲到基本法内底第23条，佮有这个附件3啦吼，其实拢是要推杀掉这个咱讲的中共习近平这个意志啦吼。咱嘛看到伫咧香港。这个疫情当咧兴的时阵，4月18有大掠人，这嘛是代表一个艺术的部分。伫咧两会进前，就有这款动作啊，这回这个两会硬要推杀，伊搁要传达着什么款的这个意思咧？是，其实对28开始阵，就一届大掠宝，迄届就掠着李志英是啊，一阵，个4月18的时阵，搁掠一届，是，搁来，迄个时阵其实就有立法会的时阵，就有迄个有关于国安法的这个争议，23条的时阵，22条、23条，都伊讨论啊，那讨论了即马，其实我感觉吼，中共是甲迄个时阵作为一个开始的迄个压力，开始要预告，也甲香港人，甲全世界伫讲，阮开始要处理香港的代志啊。其实更较头前一线，你看香港的迄个港澳办的主任，个中联办的主任，伫1月的时阵，突然间的换人，换啥人？拢换习近平伊家己的心腹，遮个人其他拢创啥？遮拢是就是迄个强力施压迄款的。比如讲，迄个港澳办的主任夏宝龙，伊上有名的代志是啥？拆教堂，伫浙江的时阵，拆差不多1000多间的迄个教堂起来，即个另外一个，即摆中联办的主任，伊上有名的代志是啥？伊上名是伫山西的时阵，处理遐煤矿的代志，拢是用迄个强力的，用足强的手段去处理。其实你对人开始。中共就开始，北京就开始伫准备要对香港，要处理用这款暴力的手法来处理香港的代志。人已经传好啊，其实因为武汉肺炎的关系，所以暂时所等一下。不过你看，等这个疫情差不多的时阵，又开始起来啊。是先做一波这款掠人，用咱的香港人感觉会惊遐。那时阵开始过来第3波就是法律战。你法律的时阵，伊甲伊个法律拉到上悬的部分，伊有迄个权利去来去香港来处理这个代志。基本法卡到我想讲卡到来宾一直拢有讲过啊。基本法23条的时阵，迄个时阵其实香港人。做反对甲足强的，10万人喺上街头，比较迄个时阵的特首董建华落台，其实你爱甲敬佩香港人迄时的勇敢，甲冲撞迄个北京的迄个代志，毋过因为安尼，香港政府一直毋敢通过这个23条基本法，无通过的时阵，北京就无法度用这款国际安全理由去卖，去处理香港的代志，安尼等下，这10几年等过啊，我感觉是北京伫处理去年的代志了后，伊等袂落啊，伊感觉讲，那今年这个疫情的问题处理了后，香港拄着即马6月9号一年嘛，过来7.1，迄是重点的一年，过来9月时阵，个立法会选举，伊若安尼算的伊感觉，若即马无处理。以后个歹处理，这是看香港这个部分，个较大要看啥？就看到主持人讲的，看美国。即马美国甲中国之间的这个冲突愈来愈严重，这个严重已经不只是贸易战啦，搁有啥？贸易了，搁即马是包括迄个肺炎的。肺炎的影响，大家拢要甲中国，对，要甲讨消，对，这款的刚刚这年当中中国爱扛，爱打，这款已经成款一款对立啊，过来中国可能会是讲，反正我即马国际的情绪已经对我做不利啊，这不利的情况之下，我若香港的问题，佫无处理好势，你赶紧去处理，不然快刀斩乱麻去处理的时阵，若佫逼起来。我愈动袂掉，所以我感觉伊有迄款国际压力，啦吼。但是咱嘛要看讲，其实这个咱讲中共内部习近平的压力嘛真大。是，所以伊这嘛有可能讲伊2022年啦吼，伊想要个连任嘛吼，所以伊想要会当展示讲伊会当处理这个香港这个问题。是，所以这个问题变成讲伊伫遮这个思考的时阵，你会当看到伊早2003年的时阵，伊就已经补一届啊嘛。
你讲这基本法17，嘿，基本法23条吼，这是真恐怖啦吼。这讲实在，伊拢伫遐咧讲什么分裂国土啊、分裂国家啦吼、煽动叛乱啦、吼颠覆中央人民政府哇。啊，什么叫做煽动叛乱？煽动叛乱不是讲有叛乱呢，无呢，是煽动尔。是煽动都有啊。煽动尔，咱像咱安尼即摆咧煽动，吼，咱就惨嘛。咱就去香港去年咱有一个台湾人，底下是一个上，对啊，有无？吼，那个槟榔人嘛，吼，去一个上，啊，到尾去清准，可能抓起来啊。为什么伊就讲，伊去遐现场煽动，去煽动反送中，那就抓起来哦。啊，像讲林隆基，吼，林隆基，所以这冲过了变成迄拢是在伊讲的。对。吼啊，所以根本香港伊根本都无自由甲民主啊嘛，吼啊，所以你搁讲伊即马这个2003年了，因为50万人诶上街吼，啊了伊即马就动来嘛，吼，伊即马要搁来啊，吼啊即马来，伊就讲伊有一个港区的人大啦，吼叫陈曼琪嘛，吼伊讲哎，伊建议中央来定这个法。啊，就是你安排的嘛，吼，啊，你即马伊用这个基本法第18条的这第3款，吼，讲会当无经过立法院的这立法会的审议，吼，直接宣布伫香港来实施嘛，啊，这拄则就是讲，迄个主持人有念到，吼，其实伊这决议的7项内容内底，上恐怖的就是这个第6项，吼，授权人大去制定相关的这个法律，吼，然后呢，不管你是分裂国家啦，搁是这套啊，吼，颠覆国家政权。组织恐怖这个活动啦吼，外国甲境外势力，包括咱台湾吼，干预这个香港的事务，哇，拢总来，吼啊，所以你这个立法会吼，就整个掏空啊嘛，是啊，掏空啊，要个选举要选啥？高位的选啥？嘿，无需要选了，民主派赢嘛，嘿，民主派无效啊，规个拢掏空，啊，伊就用这个迄个决议的第6点就直接落啊，是，吼，所以这是一个真严重的代志啦，吼，啊，拄则主持人有讲到讲，伊即马这个美国吼，伊有通过一个叫做迄个香港吼人权甲民主的法案嘛，其实。香港人权甲民主的法案内底吼，伊这个通过了吼，伊会当亲像咱的港澳条例60条共款吼，伊会当去停止适用吼香港的一个特殊的地位嘛。啊，这算讲是美国吼国务院伊对这个香港的情势啊吼的一个观察了吼，也当采取具体的行动。是吼，啊，另外一个上重要的就是讲有一个叫做恶棍名单吼，所以。这个恶棍名单就是讲，会当吼，这个为非作歹吼，这个香港的这个官员啦、警察啦、恶警啊好啦吼，也当受到这个制裁吼，比如讲伊无法度去来美国，吼，可比讲伊伫美国的这个财产会用冻结，吼，所以我感觉其实咱港澳条例60条内底嘛，其实嘛会当。吼，有即款的步骤，吼，就是讲，是不是伫这个情形之下，咱会当搁继续去采取相应的步骤？停止伊的财产。是，啊，就讲伊的财产，无你卡讲吼，伊这个恶警啊，好啊，这个香港的官员吼，这个为非作歹的人，无你卡伊伫美国伊无财产啊，是，但是有可能香港较近，所以伊台湾有财产，吼，所以这个部分就是讲，咱政府是不是会当，吼，可比讲，甲美国共款，吼，有一个较进一步的积极的这个行动，吼，啊，当然上重要就是说港澳条例18条，这其实大家拢有讲到，就是讲啊，是不是会当互香港人真正有一个具体啦，吼，有一个听数，啊，会当互伊真正危险的时候，会当申请这个政治庇护，是，吼，啊，互伊会当有一个要件，然后有一个程序，然后真的可以。通过这个港澳条例18条的具体化，能够申请到咱台湾的政治庇护，这么很重要。安尼我就要来个请教咱的议员哈，议员，我们再来请教您了哈。就是刚才其实我们这个现场来宾也有提到，就是说其实在台湾的方面可以做到哪些哈？比如说政治庇护也好，这个保护他们也好，在难民法或者是这个其他方面。可以去做补强的，但是其实在，台湾的讨论也很多了哈。您的看法是什么？听说您的选民电话也是接不完。对啊，有选民就是问我关于港澳条例会不会修改，比如说我最近疫情的缘故，就收到一些电话，他说台湾政府已经批出了一些居留证啊给他们，但是他们没办法过来台湾，所以他们就会问到就是港澳条例。如果真的因为国安法要修改的话，会不会影响他们权益？我想这方面台湾政府也要说清楚了，因为毕竟就是香港这边跟台湾的往来是非常频繁。如果是一下子说是要修改港澳条例，我想内容要讲清楚。因为如果内容不讲清楚的话，我相信将来在香港可能引起一些的恐慌。另外就是。我相信政治庇护那个的
制度应该要健全，因为现在我们讲难民法等等，其实也需要台湾这边来配合，或者是不只是难民法，我们是一个要具体的一个制度，令到香港人可以到台湾申请政治庇护。虽然我们去年反送中之后，我们确实是有一些的抗争者流亡过来台湾，但是他们的就是申请居留方面的限制也是有一定的问题，比如说他们要继续去补领那个日台证的居留的一个规定，他们每3个月就要就是要继续去延一次。那这些的制度能不能修改或者是放宽？我相信这个考验台湾政府的相关部门的一个判断。另外，第二个就是我相信台湾自己也要想到的是，譬如讲国安法之后，一国两制确实是有就是很大程度的民权死亡。如果是再让中资利用港资身份过来台湾来投资的话，我相信这个对于台湾的安全也有一个的就是破洞，所以这方面的修补其实也需要就是台湾政府跟立法院来去修改。因为我相信将来香港可能移民台湾的需求也会慢慢增加。因为特别是在国安法之后。有些移民公司说他们的电话也是就是收不停，就是问关于投资移民到台湾，所以这方面我相信台湾政府也要加快那个就是批准的那个速度，但是也要可能准备一下，就是小心政治渗透，对，因为我相信政治审查是很难避免，特别是现在，毕竟你知道中共对于台湾。也是有一定程度的，就是希望政治方面的影响。所以，我相信，如果日警黑名单或是移民黑名单，就是不让香港的公务员、警察，或是亲中派的议员，或是他们政治人物的亲属过来的话，我相信这个对于台湾自己保障也是有一定的作用。因为我相信这个不只是香港的问题啦。也是牵涉到台湾安全的问题。但今天的香港怎么样去处理？明天台湾也可能就受到同样的待遇。所以我是希望就是台湾这边也可以就是更警觉中共的一些的动作，特别是政治方面的一些动作，因为将来就是中美的冲突升温的话，我相信香港跟台湾是不能避免的。有影。头拄这个议员讲的吼，其实有真侪赞处啦吼，其中咱会当听到讲台湾政府除了做好准备，咱若是讲要做这个政治庇护，一定嘛要认捌讲，有的人是不是中国政府要做一寡这个政治的渗透，入来伫台湾吼，这嘛是咱特别去注意的。咱阁先请这个俊和啦吼，头拄我们刚刚有听到这个议员讲的哈，就是在我们说虽然要保护这个香港人的这个立场之下，但是也要避免这个政治渗透可能悄悄的入侵台湾然后，那在这个台湾人或者是台湾政府可以帮助香港的地方，你还有什么要再建议的？那当然就是说，我们从国际上面来看的话，其实台湾对于香港的帮助其实已经是非常的大了。那所以其实，但我们也看得到，就是说，其实很多的条例上面也是模糊不清。好像刚刚所提到的就是《港澳条例》第18条嘛。那第18条其实它虽然有说到，就是说香港的市民如果是受到政治因素迫害的话，其实可以来到台湾进行这个寻求帮助。但其实我们没有办法去很清楚这个具体的去看得到，就是说如何去申请哈。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什么叫政治迫害哈，这一些比较模糊的地方，我们也希望就是说可以比较清楚的知道说哦这一些的范例啊，这一些的这个条例要怎么具体的去行动哈。所以我会觉得说，当然这个。难民法也是需要去
迅速的去实行出来了。这一个难民法也是比较可以具体上去帮助到香港，无论是香港人或是说其他的国家哈，他们有一些的市民有政治迫害的，我相信也可以去用到这一条例去帮助。那所以我会觉得说，如果是说香港的关系法的话，其实第60条我们也看得到，蔡英文总统其实也有提到，他会如果看到1国2制的这一个的进度有任何的妨碍或者是破坏掉的话，其实他会暂停这一个的优先嘛哈。那我们应该是要看清楚，就是说，应该看清楚，就是说那一个的目的在哪里。因为我希望我也比较相信，就是说蔡英文总统这一个说法其实主要是要引起国际上的社会去关注，其实香港1国2制的这一个破坏，所以其实这一个条例主要就是要去说明这一切。那蔡英文总统也说，就是会比较弹性的处理。那当然，如何去弹性，如何去放软，那这一个我们当然希望就是有更大的弹性，更大的帮助。那所以现在台湾其实跟香港，无论是从地缘政治来讲啊，或者是说文化交流来讲，其实都很密切。那如果是说有任何的影响的话，那当然香港的市民会非常的担心。但我们也看得到，就是说其实蔡英文总统甚至是台湾的市民对于香港的支持仍然是没有去减少。那我也希望就是说，其实无论是反送中运动回来，或者是说现在到国安法了，其实台湾人也没有办法去置身事外，因为基本上现在中共人对于香港做出这一些的手段，我们没办法去预测到日后这一个中共能不能够用同样的手段去为台湾进行这一些所谓国安的处理，或者是说打压这一个的自主性和这个司法的独立哈。OK， 头拄这个俊豪讲到真侪重点啦哈，咱头拄也嘛讲到第18条，就是咱的香港澳门这个条例，咱先带大家做回来看啦吼。咱等下嘛看到这个蔡英文部分，咱先带大家看讲，现主时香港人若要来台湾吼，这个政治庇护机制有够也是无够，咱有整理到一条。就是讲，这个香港澳门条例第18条，因为政治的这个因素，致使讲安全还是讲自由受紧急危害的香港，也则是这个澳门的这个居民会当提出必要的这个援助但是咧，伫咧这个部分，咱看到讲，伫咧入出国的这个居民法内底对着讲寻求庇护者咧，并无一条会当互伊暂停来遣返，还是讲审查机制有具体这个条文日本、韩国甚至是香港，拢有这个难民审查保护机制，但是台湾无难民法立法延前15天啦移民署、法院、外交部这人员拢无定期接受这个难民审查，这个相关的这个培训啦强在把这个寻求政治庇护的个案当作是这个一般这个非法入境，也是讲延前到这个停留啦互离开来处理并且做出该遣返这个决定啦什么款有解放呢？是不是定这个难民法啦并且修法和这个港澳条例准用难民法。另外，咱嘛来看这个蔡英文总统的这个回应啦就是讲香港要硬杀这个国安法，咱嘛讲到另外一条例，就是香港澳门关系第60条啦伊讲这个香港情势若是发生变化，会当停止适用条例一部也是全部啦伊希望这个香港情势莫行到这步啦，嘛会密切关注到这个陆陆续续这个发展。咱看到这60条就是讲香港、澳门若是发生变化，就是有危害台湾地区安全的这个时阵，行政院当报请总统以宪法征收条文第2条第4项的规定，停止本条例一部也是全部适用。咱先搁请委员其实这个难民法的这讨论调野也是可能也无一个这个共识啦但是咱看到讲香港人即阵有这个需求已经甲咱提出啦，咱嘛爱回应啦但是咱嘛爱注意的所在。是无毋对，即摆先来讲这18条啦你看这18条的条文伊就讲因为政治的因素安全甲自由有紧急的危害的情形的时阵也咱会当提供伊必要的援助即摆问题来什么叫做必要的援助？是写无清楚所以变成讲伊无一个定数啦像国外这嘛讲到，就是讲日本还是讲韩国，甚至讲香港伊拢有一个审查的保护的机制嘛欧洲佫愈免讲。所以即马就是讲，其实阮时代力量嘛有提一个案，就是讲，甲即个18条会当具体化就是讲有一个定数，
有一个要件，你若要来你若要来这个申请的话，伊经过一个行政的定数了，要安来申请，是所以这个部分是足重要，这个部分是应该去做。若无的话，即马就是这个状况来的时阵，就是讲必要的援助，哇，唔知要安来帮助，所以有一个。这个会当操作的这个定数，这是最重要的。操作的定数啦，对，这最重要的。做下就是讲，你60条的部分啦，吼，60条的部分就是讲，伊讲到就是讲，若是讲啦，吼，香港万不离有一天的时阵，哇，伊的这个自主性，吼，完全拢丧失的时阵，伊就甲中国拢共款啦。所以你就无需要讲伫这个港澳的这个。条例内底啦，吼，你予伊一个特殊的地位嘛，都不需要啊。是，所以就会让这个一部或是全部的停止适用。但是呢，吼，这个问题是讲，我感觉是讲，咱政府嘛爱甲讲啊清楚，无会变成讲香港人嘛是讲真恐慌啦。是，讲要甲切割啦。其实无这个意思，蔡总统嘛无这个意思啦。吼，我感觉就是讲，其实咱的政府一直拢是足支持香港人的嘛，所以伫这个情形之下，吼，应该是讲咱来讲清楚，就是。针对香港人伊的身份的保障，包括伊的权利的部分，咱袂去领导。我感觉咱政府应该来表明这个部分。但是拄仔嘛有讲到，可比讲这个假中资啊，这个讲迄个明明是中资，结果伊加啊这个港资入来，这个部分你就应该爱去甲停止适用。我感觉这个部分港澳条例这个部分应该爱停止适用。第二个部分就是像讲香港的官员，甲伊的警察。是要入来这台湾的时阵，你就唔免互伊个用这个港澳条例啊，你就直接互伊用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就好啊。对于这个迄个伊的身份的保障，还是讲伊的权利的部分，咱当然爱个大力去来支持嘛，无可能讲针对这个部分去甲停止适用的道理，安尼的话，咱就会当互香港人会当放心讲，台湾人是支持香港人，台湾人是甲香港人徛做伙，而且互阿强有一个信息嘛，有互伊一个信号讲，你安尼黑白乱舞的话，其实阮是真正是。对你的亚白的行为，阮是足生气的。甲国际的这自由民主的国家徛做伙，包括美国、包括欧洲、包括日本的话，咱会当甲这人徛做伙。安尼的话嘛是会当，互咱台湾更较安全啦。因为香港甲台湾其实讲实在，足侪人安尼讲，叫做唇齿相依嘛。伊即马伊咧处理香港，后盖的话，伊嘛是来对付你啊。所以咱会当加大力道，包括就是讲是毋是我拄仔讲的包括讲香港的这个官员也好，香港的警察也好，伊伫台湾的财产，还是讲你要互伊入来无？是毋是像美国共款，伊会当用一个恶棍名单？这其实嘛真侪人在讨论，安尼的话，大家有的人会讲啊，你台湾去甲用做恶棍名单，嘛加一讲尔，敢有差？其实就是安尼，你也是愈来愈侪人，美国也好，英国也好，德国也好，拢安尼用的话，台湾也好的话，当然会当增加伊的压力嘛，互伊莫安尼为非作歹嘛，所以我感觉这其实嘛是会当有一寡积极的作为啦。所以除了这个港澳条例第18条这个操作，爱甲落实之外啦，这立法上可能还佫去条文的这个过程，还佫较明确的去做一寡制定啦。另外嘛讲着讲，若是真正行到这步啊，第60条要甲动起来，绝对毋是处罚香港人，这点蔡政府要讲好清楚啦。是，咱佫来请咱的这个秘书长啦，其实咱头拄仔讲着第18条要操作的这个部分啦，其实咱嘛看着讲第60条。有人咧讲在野党啊就是讲要蔡政府要切割掉这个香港，过去这个划选票，这个山官食的就好啊。即阵咱看到讲在野党嘛讲这个切割了后，代表讲第60条后摆是处理掉这个处罚掉香港人，毋是处罚掉香港政府，是中央政府。安尼讲法你敢有认同？我想这个讲法完全唔对我先厘清一个观念第18条先去讲一下补充一下委员讲的，我唔对，我完全赞成委员的迄个建议就是讲一个基本的观念是你即摆台湾的这个法律的下骹香港人用的是香港澳门条例你若外国人用的是移民法，所以你若这个时阵你香港澳门条例本来就有一个18条，我完全赞成委员讲的，只是讲18条这内底的内容无清楚，什么叫做安全受到危害，什么叫做必要的援助，这唔知所以基本上若有法度伫这内底有一个完全的迄个新的迄个程序去甲说明了后较完整。我知影是讲其实对个案来讲，
政府是有个案的这个所谓迄个作业要点，还是迄个 SOP 吼，啊来认定你这个人到底有需要用政治的庇护的方式无？不过你这个个案的认定吼，其实全世界拢共款啦，因为难民的认定吼，时间上紧上紧嘛要半年，上久可能1年2年，佮拖更久。这其实对香港的朋友若要来，吼，那短时间想要紧用伫台湾来定居，其实无讲介顺利啦。吼，其实香港澳门条例内底嘛有剩的16款吧，吼，有诶互总共16款的方式，会使互香港的民众。吼，紧来台湾来做定居的这个动作，来变成台湾人。吼，啊，不过那嘛是这个代，这个18条的背后嘛是爱做。为什么？伊一个宣誓，哦，佮有这是咱甲迄个人权的迄个条款甲伊落实。哦，这是第一个。所以我基本上完全赞成委员的这个看法。哦，伫香港条例来讲，爱甲你本来无摕出来迄款作业要点还是啥，你应该明确的伫法律内底去制定。哦，这是第一个。是。第二，60条的部分哦，我非常赞成较早议员讲的这个问题。60条的部分是安尼，第一，即马伫讲这个代志吼，是要甲阿强啊，要甲香港政府，要甲全世界伫讲，吼，你若安尼硬要杀迄个国家安全法的时阵，吼，阮来看你就是一国一制啊，你无可能是一国两制啊，你若一国一制，我就当做你是大陆，你无需要当做你是香港，吼，我是甲。北京讲，我是讲香港讲，我拢甲你取消了。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宣示性的，这来讲，吼，这来讲得清楚。唔过唔是讲完全的拢总取消掉变，这是要区隔对待。看到委员嘛讲做清楚。我完全赞成。第一，上重要的是，譬如讲假资金，吼，假一个你这个香港澳门条例内底，不是人的问题尔，佮有钱的问题，吼，啊，佮有税的问题，吼，啊，佮有迄个学生的问题，足侪都拢伫内底，吼，啊，你即马你若，我若感觉讲，你即马国安的迄个内底会使入去香港的时阵，你是毋是会使直接干涉香港的问题，香港政治的运作？是。啊，你若直接干涉的时阵，啊，阮买烦恼啊，你是毋是会使借壳上市？是。哦。你本来是中资变成港资的入来啊，哦，啊，你本来可能是阿强啊，遐个退无，啊，你变成转一个身份变香港人，你就入来啊。是，好，所以你人的部分，你钱的部分，咱会使做一下调整。好，这调整可能是有的部分较松，是，哦，譬如讲18条，有的时阵较暗，哦，譬如爱预防，哦，爱做一个防火墙起来。哦，这个部分一方面是保护台湾，一方面嘛是爱过滤对香港未来，吼，那发生国安法一直阿入的时阵，还渗透的时阵，咱会使安怎来处理？是，哦，所以香港的民众其实免烦恼，为什么？因为要伤的所在，只要你注册那符合的时阵，其实你港澳条例的物件嘛是对遐，哦，你嘛是继续来用。只是讲台湾政府的这审查爱更加严格。对，迄个过滤的迄个制度爱建立起来，哦，主要是安尼问题。所以有诶，比如讲国民党哦，还是有哪样朋友咧讲啊，是毋是要放弃香港？毋是，我是感觉因为像台湾甲香港因为这个代志，产生无共的变化跟连接。啊，这个连接呢，需要新的迄个法律吼去思考、去判断。啊，这是因为新的情势。啊，讲实在，这个情势下造成的，嘛是北京造成。吼，咱是无遇到要保护咱的家己的安全，啊，是嘛共同来保护香港人未来。哦，迄个有来台湾的空间，所以他伫做60条这个调整。是，所以咱听到吼，这个部分，伫咧立法的这个赞助，吼，这个庭事上，会当安怎去落实啦吼，互香港的这个朋友会当较安心咧。这个蔡政府你嘛讲好势啦吼，那亲像哦，可能佫引发着这个风波，讲要互切割安尼，其实是较无好的啦吼。不过咱嘛讲到这个习近平啊，甲这个邓小平哦。平平拢有这个平，但是现在差遮济啦吼，就是讲咱来看讲，为啥北京要即阵提出这个香港国安法啦吼？其实咱嘛看到 New York Times 这个报道，伊是讲习近平是这个毛泽东了后吼上独裁这个领导人吼，伊认为这个反送中咱头拄讲到这个部分啦吼。另外，咱看到这个黄之锋啊，伊嘛讲到，因为咱看到讲北京要用国家安全引进吼。这个小连刷这个法律的工具啦吼，要处罚抗议者甲选举候选人。另外，咱嘛看到这个淡江大学的这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的这个主任嘛，伊嘛讲，香港版的这个国安法，若要正式生效了后，就是要冲击到这个9月立法会这个选举啦吼。能够申请准和9月的立法会选举，我们看到去年这个民主派大胜，
在这个地方区域会的这个选举上面，这个北京真的有顾虑到是立法会的选举吗？还是他根本就是因为他这样子处理，香港的民怨已经很深啦，对于这个立法会选举，民主派可能又是大胜啊？没错，所以其实我们非常容易看得到哦，这一个立法会选举，其实无论是从我们上一次的这一个区域会选举来看，其实立法会选举民主派的这一个的胜算其实是蛮高的。但我们也非常清楚看得到，就是说，其实香港其实对于这一个立法上面来讲的话，立法程序上面来讲的话，仍然是有一定的这一个的功能性。那如果是说在议会上面来说，绝大多数派数的是一个的民主派的话，其实当然是对于他中共要全面管制香港是作为一个十分大的挑战跟压力哈。所以其实无论是从我们之前看到这一个的议员 DQ 事件啊，或者是说之前的这一个反送中事件来讲的话，中共都十分之担心跟忧虑这一个香港的民主派议员去进入这个议会，所以他们肯定会去做一个干扰对于这一个选举哦。所以其实这一个当然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说，其实现在的国安法哦，我们也非常容易看得到，现在无论是从选举来讲，或者是说香港的民怨来讲，其实都十分之不乐观啊。无论是从这一个国安法当然会看得到，带动十分多的民怨跟反弹哦。我们看得到前天这一个香港，其实无论经过大半年的这一个的缓冲期了，前天仍然是有非常多的市民出来上街游行。那这一个其实其实是告诉香港人，其实我们香港人没有放弃去争取抗争这一个中共带来的压迫以外，其实同样也告诉全世界各地甚至台湾政府说，其实香港人同样也正在努力的去抗争，不是放弃。那所以我相信这一个国安法也是同样的去为香港带来一个危险以外，其实也同样去带来这一个的转机香港的这个事物是啦这个香港人因伫这个抗争内底会当看到希望啦，唔是讲伫希望内底去找找这个部分，是伫抗争内底搁去寻求可能香港搁有另外这个机会啦咱搁上尾2分钟先请教议员议员你还在线上我们再请教你了就是刚才我们提到这个整个立法会，你去年也是在这个区议会里面选举当选的嘛那你怎么看这一次的这个立法会的这个选举？虽然说民主派上次我们讨论过民主派可能1/2的这个几率可能不偏不倚啦，但是也有可能遇到这个中国 DQ 这样子的问题，那怎么样解决呢？我想现在基本上就是我们会讲立法会的选举制度跟区议会是有点差别的，因为区议会是单一选区，你只要拿50%再多1票，你就可以胜出。但是立法会我们就是地方直选有1半的议席，它是用比例代表制，就是像是你们台湾用的市议员的选举制度。但这个可能对我们来讲是压缩我们拿到的议席。另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功能组别还在牢牢在就是中共的控制之下，所以其实过半的机会确实是我相信是我们是历来最高，但是我也不是很乐观。我相信中共现在要做这样的行为，就是他要避免，就是他要防范就是香港民主派这是夺取了香港就是中共的一个立法会的控制权。所以我相信在现在的局面来讲，立法会选举他会把一些的他觉得有威胁的候选人去 DQ，包括是黄之锋包括是一些他说的港独势力或者是他过往在国际的游说之下可能比较熟悉、比较拿得出成绩的一些人他这些的人候选人应该在 DQ 方面是比较高的机会。另外我们在看，就是因为国安法针对是他们嘛，就是国际游说跟国际政府的联系这些的
候选人可能他面临的风险是最高。另外我们有讲到了吼，就是讲这回咱看到议会这个立法会内底，会当讲是选举这个部分是民主派有较赢面的所在，但是有功能这个组别吼，嘛是控制伫咧香港政府，是讲北京政府伫咧手头啦吼。其实这回咱当看到讲嘛是涉过香港立法会。这个部分啦吼，其实国际上嘛真侪种声音要来支持这个咱讲香港这个部分啦吼。咱嘛看到讲美国总统川普嘛讲，若是讲真正这个香港法的这个国安法啦，若是真正通过，法这个 DC 伊遮吼，对做出真强这个反应啦吼。咱嘛看到讲每代这个咱讲香港的这个总督啦、港督吼、彭定康啦，因为讲中共的这个做法实在是互人真看袂落去啦吼。尤其是这个习近平领导的这个政权，拢是这个霸凌的这个代表啦吼。所以美国还是讲英国，过去咱嘛看到这个23年都已经改变了这个一国两制，50年本即係講無要改變啦吼。伫即回咱嘛看到國際上的這個壓力，咱嘛有台灣這個壓力，上尾咱要安怎去收煞？所以咱即馬就是希望講，因為咱拜過吼，咱台灣的這個立法院都要燒毀啊，吼，所以咱即馬就是希望講，咱緊積極來做啦，吼。第一個部分就是講，咱是毋是有一個決議，吼，然後來支持香港。台灣條約攏要有決議啦。是，再來就是講上重要就是拄則講到這個港澳條例18條的部分，定數的問題，是毋是會當緊來吼研議，有一個真正的定數，互伊會當迄個申請，是，吼，這是最重要的。邊啊吼，定數上的這問題會當緊來幫助咱講香港的這個朋友，實際的行動，今日非常感謝3位來賓，還有咱線頂的這個議員，感謝，多謝。